本國報稅嘅限期係喺每年嘅4月30號，部分國民已經準備開始自行報稅，但係由於一個前所未見嘅原因，加拿大稅務部 CRA 促請由於出售股票或者投資物業賺取回報，又自行申報資產增值 capital gains 嘅國民，最好等多一陣先至報稅。有關呢個問題，必須講下背景原因。原來渥太華喺舊年宣讀2024年財政預算案嘅時候，曾經公佈會由今年6月底開始修訂資本增值所得納入收入嘅比例，賺取超過25萬嘅比例會由原本嘅一半上調到2/3，並且喺舊年9月向有關方面發出指引，以及喺國會提出修訂案。CRA 因此修改相關軟件，但係由於前總理杜魯多喺今年1月宣布解散國會，國會因此未有正式通過上述嘅修訂案，修訂案未能夠正式成為法律。但係 CRA 已經將程式更改 ，CRA 現時被迫需要重新再修改軟件，將相關比例變返做50%。不過由於修改系統需時，現時唯有要求民眾延遲申報 T1 同 T3。CRA 話期望可以喺今年3月底完成相關程序。CRA 亦都決定將由於過期申報資產增值而需要繳交罰款同利息嘅限期押後到6月2號，而落實上調比率嘅日期亦會上延到2026年1月1號。不過隨住新總理卡尼上任，落實與否仍然存在變數。以上只係基於 CRA 官方資料同各大媒體嘅報導，簡單講述呢個問題。任何技術細節 CRA 幾時先至可以完成調整軟件，網友務必留意 CRA 網頁、各大媒體以及諮詢相關財務機構同專業人士。今集嘅溫家情到呢一度，下集再見。